国立台湾文学馆所经营的这档诗社，是台北市保存上界完整的日本宿社群。对2014年开始，经过要到7档的整修，即阵正式改号名做台湾文学基地，希望这个所在未来会当摕来做文化交流使用。立法委员罗品瑜和努力剧团盘演台文馆角色的大建人，用趣味方式小解台湾文学基地历史。这里以前是日式建筑，以前王将军还会在这边唱京剧。伫咧台北市济南路和济东街的台湾文学基地，占地300平，和台南大文馆的文学博物馆定位无相同。文学基地希望用大外生活的方式，让大众看到台湾文学的活力。公共服务，咱免啦讲，互大家人拢会当了解文学。啊，阮干那一个本馆是无法度的，所以都会形容的讲，阮本馆一座山吼，啊，遮呢，则是要互人安尼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啊，是台北市区内面，所以讲这个条件是真舒适的。啊，来当行来行去，咱袂觉得水安尼流，吼，啊，文学给咱流到真远的所在去。参与台文基地开幕的文化部长李永德嘛讲，这就是一个文学的交流平台，大家做伙灌溉，和文学基地愈来愈丰富。不管你是讲什么话的吼，总之你对文学有兴趣吼，你都会使吼来遮吼参加活动。啊，大家互相吼刺激吼，互相鼓励吼。啊，我相信吼将来文学的作品吼一定会更较多吼。台湾文学基地园区内有7档建筑物，分别规划展览活动、文学主题、创作交流、阅读空间等等，甚至嘛无共领域的合作，毋望透过多元的参与甲交流，让民众对文学有更较深的认捌，嘛和文学有济发展可能。记者苏晴曾培文台北报道。